感動人心嘅往往唔係驚天動地嘅大事，而係嗰啲細水長流嘅小瞬間。作為一座甲級商業大廈，光大中心擁有超過2000名租戶嘅員工，每一日佢哋都匆忙咁上班、辛勤工作，甚至加班到深夜。喺繁忙嘅生活中，都未必有時間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團聚。我哋深知每個人都渴望一份溫暖、一份歸屬感。我哋嘅管理團隊始終抱住一個心願，就係為我哋嘅租戶員工打造一個家嘅感覺。每逢佳節，我哋同好多大廈都一樣會有節日嘅佈置，但係匆匆而過嘅租戶員工，或者只係可以返工放工時望一眼，然後又投身喺忙碌嘅工作裏面。我哋希望帶畀大家嘅唔單止係一眼嘅快樂，更加係一份真切嘅溫暖。我哋希望每一位嘅租戶員工都感受到家嘅溫暖，揾到屬於自己嘅歸屬感。因此，我哋用心策劃，利用中午同埋放工後嘅時間，舉辦各式各樣嘅活動，令到大家感受到節日嘅氣氛同埋溫暖。中秋佳節本來就係團圓歡聚嘅時刻，但對於好多上班族嚟講，呢一日仍然要堅守喺工作崗位上。放工返到屋企，可能已經享受唔到佳節嘅歡欣。我哋明白喺繁忙嘅工作中，大家已經好耐冇好似小朋友咁玩燈籠、食月餅。為咗將呢份節日嘅溫馨帶畀我哋租戶，我哋每年中秋都會精心策劃一系列嘅遊戲活動。今年我哋特別舉辦咗中秋市集，畀大家喺忙碌嘅工作之餘，都可以感受到濃厚嘅節日氣氛。我哋着上咗中國嘅傳統服飾，同大家玩投壺遊戲，重拾兒時嘅歡樂時光。我哋仲準備咗傳統糕點免費派畀租戶，利用 lunch time 嘅1-2小時，品嚐下細個食到嘅缽仔糕、白糖糕呢啲懷舊小食，回味童年嘅味道。透過遊戲同埋小食，我哋唔單止希望畀大家感受到中秋節嘅溫馨，更加希望能夠深化大家對中國傳統文化嘅認識同埋了解。我哋相信，即使喺工作中度過中秋節，都可以感受到家嘅溫暖同埋節日嘅喜悅。我哋除咗致力為租戶營造家嘅溫暖，我哋更加心繫祖國，積極推廣香港人心繫祖國嘅精神。今年國慶，我哋特別舉辦咗75週年國慶跑活動，鼓勵大家積極參與，養成運動習慣，提升身心健康。嚟自唔同企業嘅員工齊聚一堂，喺奔跑中增進了解，喺合作中建立友誼。我哋相信通過舉辦呢個活動，唔單止可以增強租戶員工嘅凝聚力同埋歸屬感，更加將香港人心繫祖國嘅精神發揚光大。又到聖誕，又到聖誕，喺呢個充滿歡樂同埋祝福嘅節日裏面，我哋同租戶舉辦咗一個聖誕大派對，等大家喺繁忙嘅工作之餘，亦都感受到濃濃嘅節日氣氛同埋冬日嘅溫暖。喺上下午嘅不同時段，聖誕老人都會驚喜現身，同大家玩遊戲、打卡、影相。每一位經過嘅租戶員工，我哋都會送上士的糖嘅糖果包，將歡樂同埋祝福傳遞畀每一個人。延續國慶跑嘅運動推廣，我哋喺聖誕都準備咗 Slam Dunk 趣味投籃遊戲，等大家喺遊戲中舒展筋骨，贏取精美小禮物，亦都感受到運動帶嚟嘅快樂。新嘅一年，新嘅氣象，大家一齊睇精彩嘅醒獅表演，感受傳統文化嘅魅力，迎接充滿希望嘅新一年。醒獅表演帶嚟咗吉祥嘅祝福，傳遞住對來年嘅美好期許，等我哋共同迎接新嘅挑戰。我哋深信健康係人生最寶貴嘅財富，我哋嘅管理團隊亦都希望將呢個信念推廣畀我哋嘅租戶。為咗鼓勵大家積極運動，保持身心健康，我哋由2023年開始推出108運動達人計劃，並且喺2024年以春夏秋冬4季常動為口號，鼓勵租戶嘅員工每個月都進行跑步同埋步行，養成運動嘅習慣，活出健康人生。舊年參加我哋計劃嘅人數已經超過200個人啦，證明越嚟越多人關注健康，積極參與運動。同時亦都有超過200人成功達標，即係每季完成超過90萬步嘅步行或者108公里嘅跑步，展現咗大家嘅毅力同埋堅持。我哋希望透過呢個計劃，繼續鼓勵我哋嘅租戶將運動融入日常生活，無論春夏秋冬都堅持運動，保持健康活力。而我哋嘅108運動達人計劃，亦都喺2024年
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香港成就獎裏面得咗榮譽嘅獎項。你好啊，中國電信嘅龔小姐，你覺得我哋平時大廈搞嘅活動點啊？我覺得你們的活動辦理得挺好的，你們有辦中秋節的活動，還有聖誕活動，然後還有最近為了防止流感也辦的送金桔的活動，我覺得這些對我們的生活和工作都有很多的幫助，謝謝你們。唔使客氣，咁請問下龔小姐，你鍾唔鍾意我哋搞呢啲活動啊？非常中意，非常開心，然後還有你們新年聖誕節佈置的場地也很漂亮。多謝你啊，龔小姐，我哋嚟緊都會搞多啲活動，等我哋嘅租戶去參與㗎，多謝你啊！謝謝你們。每一個活動都係我哋嘅共同回憶，每一個瞬間都係對生活嘅熱愛。感動人心嘅就係呢一份連結同埋分享。未來我哋會繼續努力，舉辦更多精彩嘅活動，為我哋嘅租戶創造更多美好嘅回憶，讓光大中心成為一個充滿溫暖、活力同埋關愛嘅大家庭。